兄姊妹平安，每日靈修，將主的話藏在心內，要心存誠實。箴言書3章30，唔通互自愛誠實離開你，要站在你的案卷上，刻在你的心板上。在一個野戰部隊的長走訓練中，有一名士兵落後真多，一個人孤單單地咧走着。當伊來到一條三叉路時，看到兩個指路牌，一個是標明軍官走的方向，另外一個是標明士兵走的方向。這名士兵心想，當軍官真好，連走的路攏有特別安排的路程。不過，伊寧願選擇迄條士兵的小路走去。到了邊野後，只有幾個人比伊先到達，其他人攏還未轉來。伊想一定是弄錯了，伊無可能走第前10名。確實，主持訓練的軍官微笑講：無錯啊，你走得真好，排名佇頭前，過了幾個鐘頭，大批的人馬陸續直到，大家攏走甲精疲力盡。看到這名士兵後，大家甲恍然大悟，原來誠實是真重要的。弟兄姊妹，當人心存僥倖，想要出卡時，往往閣是互家己吃了大虧。心存誠實甲持守正道，必然蒙福。咱三甲來祈禱，親愛的天父，你賜予阮寶貴的話語，要阮將你的話放佇心內，遵行你的律例，免得阮得罪了你。求你賜予阮智慧甲悟性，互阮明白你的話語，明白你的公義甲信實，互阮有你的慈愛甲誠實，無論做啥物，攏要心存誠實，行事正直，活出你的形象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名，阿們。